大西德勒，我的名字叫朱木杰。今天晚上呢，和我一起的有 Josip Grbić 和 Vele Dambe，他们俩都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音乐人。今天晚上我们想先邀请大家闭上眼睛，跟着我们一起观想，你呢去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大自然的风景当中，蓝天白云，牛羊成群，然后慢慢的呼吸，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出来，在专注的一呼一吸之间，静静的听我们唱到。念你为将让真不拉你感受也拉的莫佩拉吉卡多切几个文章生而无忌切三转将切陪手将让真不拉你感受也拉的莫佩卡多嘎鲁切拉斯瓦谢我吉嘎不爱也三层远方的客人呢，欢迎您来到我的家乡，我们将以白色哈达和美味的奶茶恭候你。来呀来呀，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见证雄伟的雪山，广阔的草原，我们用美味的奶茶和纯净的心招待你。藏族歌曲最朴实无华的歌词，总是提醒我们与大自然链接的重要性。观想和链接大自然，接受它的洗涤，让身心得到相应程度的放松和愉悦。
可以去到的蓝天白云，可以看到的山水海河湖，可以在这样的美景当中专注的呼吸，让大自然里面的5个元素净化和洗涤我们的身心。感恩大家。每一次观想和链接大自然呢，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身心的放松和愉悦，所以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回归大自然，去保持与大自然的链接。这时候我们的身心感到放松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练习回向最佳的契机。什么是回向呢？简单说，就是把自身体验到的感受，尤其是比较美好的且治愈的感受呢，供养给所有我们可见和不可见的众生。那比如说在这个佛教的传统里面是念诵四无量心来进行回向的。愿所有的众生，包括我自己，永远具备或者具足安乐及安乐因。愿所有众生，包括我自己，永远离开众苦及众苦因。愿所有的众生永远具备无苦之乐，我心一悦。最后，愿诸众生，包括我自己，远离贪嗔痴，住平等舍。这也是我们说的慈悲喜舍四心。在藏语里面呢，也是非常的美所以我们一般会用四无量心的这个短的祈请文去进行回向，去意念所有我们可见不可见的众生，希望他们也可以和我们一样感受到当下我们感受的这个美好。
及安乐音。愿我们永离众苦及众苦因。愿我们离苦得乐，我心一悦。愿我们的心可以认知到自己的局限性，可以认知到自己的疗愈能力，尊重所有的生命，祝平等社。每一次看到、闻到、听到、摸到或者尝到不同的美好，都要记得回向。那在回向的时候，可以是我们刚刚唱诵的四无量心，那心里面可以思考四无量心当中提及的众生，也可以去具象的思考某一位可见或者已经不可见的生命。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音乐会的主题，心咒疗愈，或者说疗愈祖先，疗愈我们从祖祖辈辈那里继承的身心上面的痕迹。这些我们身心上的痕迹呢，会导致我们在这一世有不同的业力。那有些业力可能是我们喜欢的，有些可能是我们在这一辈子不太喜欢的，比较排斥的。为什么排斥呢？是需要去认知，当你认知熟悉它之后，这种排斥感就会被消融掉，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达到一种自洽的状态。讲到这个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苏瓦日巴的胚胎学，它详细的记录了3个胚胎发育的阶段，分别是鱼、乌龟和猪。然后当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是像小猪一样，吃了睡，睡醒了又吃，以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为主，这样也是最健康的状态。现代科学有了 B 超的技术之后，也发现胚胎发育的这个过程呢，和苏瓦日巴所讲述的是几乎一样的。那由于不同的业力和命运呢，在受孕的期间会产生不同的现象。我们从上一辈子投胎到这一辈子，如果这一辈子上一辈子的这个体验呢比较安宁，那到这一辈子的时候，去到妈妈的子宫里面也会相对是比较安宁的状态。那这样的话，这个妈妈也不会有太多的身心上不顺的反应。反而一直，如果胚胎在妈妈的子宫里面经历着从上辈子带来的很多负面的情绪，可以是恐惧啊、悲伤啊、愤怒啊，这样的话，那这个怀孕的妈妈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也会在身心上面会有很多不顺的这个反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叠加影响当中呢，这个婴儿出生后的行为啊、心理啊、个性啊，都会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特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业力的一个部分。那再加上我们出生之后，父母给我们创造的这个后天的条件呐、环境包括父母的关系，以及父母各自的家庭，还有他们的祖先等等，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子延续得来的。那如果你发现你对自己的某一些点你是不喜欢的，你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话，那可能真的需要去考虑疗愈祖先这个部分。六世达赖呢，仓央嘉措有一首很出名的诗句也是一个被传唱的经典。我想邀请大家观想自己的父母，不论我们在这一世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显现的，此时此刻的我们呢非常感恩生命被赋予
让我们有了体验的机会。不论是体验幸福还是体验痛苦，我们在体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去进行化解，可以把我们之前的一些业力的部分呢，通过觉知，通过呼吸，通过链接非常纯净能量的本尊去进行化解。从智者的角度而言的话，所有的体验没有这个区分，没有痛苦和幸福的区别。这个痛苦和幸福的区别，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局限性的念力所导致的。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在生命不同的体验当中，可以认知到这一点。不单单只是听到某人说，而是自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所以非常希望你有这样的瞬间。接下来是仓央嘉措六世达赖的这首非常有名的母亲。所体验到的慈悲的面孔，观想到这轮明月中。是
在这一世和自己的父母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我们都感恩父亲，感恩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因为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才可以去体验，去感悟，不论是痛苦的还是幸福的感受，我们都有机会去经历。因此我们内心充满感激。疗愈母系家庭，建议多和度母相链接。在上一个视频当中，我们链接了绿度母和白度母的心咒。今天我们来链接21度母赞。嗡吉赞玛婆玛多玛拉香擦路小擦多玛尼尔玛花莫见那给杰罗当扎玛就等三观彻基先基给萨尔西瓦雷的胸马小菜等给大瓦滚动刚瓦家里走比山东朝错巴南基绕都西维欧然巴马小菜三我车你接机北米小南南边间马肩把尊这挂头身把三当就有你吗小菜的人小鼻子头他一南边接味中吗马路爬罗身把头别结为谁结心都大
接下当拍机，爬入出国了顿中嘛，一个远江小姐难敌，明白出版深度巴尔玛，小菜都人就把钱的计划我难本着嘛，这几线的抽儿单子，找我探街马路送嘛，小菜馆抽生存小鸡，小木土根难本见嘛，马驴手接块路见壁，让给我接从南出嘛，小菜绕都嘎瓦这比，我见长瓦本嘛，谁把绕谁的大人意，的当就当往东在嘛，小菜撒热中为从南，看见个本你把年嘛，托尼儿有娃也给很给，碰把探街难本着嘛，小菜大卫等被混见，见把探街心动巴尔玛，让你说那我很美丽，到本心都有人在嘛，小菜给为他咪没单儿，把为常为为哪里嘛，一江远跟滚你过地，这一后的南本人嘛，小菜撒人鱼来上给，他只能将下这动嘛，抽尼儿现在也给很给，人把灯不难灵感嘛，小菜的马给买什么，两人的是这一年嘛，说哈我当样到等比，都把钱本挣把年嘛，小菜馆里过绕干里，这一缕那绕顿干嘛，也给这位我你过比，热把很里着嘛年嘛。
차가 위제지 조던 미렁은 바사마小城你마다 와지비 제니 보라 오라사마 하라니 저다 따라이 신도 저보른 내세마小菜对你生难过比小鱼特当样的蛋嘛顿当若浪落真错小草瓦能也是杂心，红大人，杜大人，杜人说哈。疗愈和链接我们的母系家族，跨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恐惧，疗愈父系家庭以及我们身体当中阳性的能量，可以链接像比如说莲花生。所以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莲师的7句7情文以及他的心咒。
好，在大家和我们一起疗愈父系和母系家族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途径可以供养所有的祖先，就是唱诵或者念诵 Om Ami Devas Shi。希望所有的祖先呢和我们相链接的一些灵不可见的一些生命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驱除。
家和我们一起疗愈祖先，疗愈我们自己。最后唱诵3遍金刚萨埵心咒来除去或者净化我们今天可能在念诵当中所犯的很多错误和观想当中的一些错误。Om Banzar Sato Samaya Manupalaya Banzar Sato Dinopa Dijati Jomi Baba Sudokayo Mi Baba Subakayo Mi Baba Anurato Mi Baba Sarva Siddhi Mi Jayata Sarva Karma Sutame Siddhan Sharayan Gur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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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hagavan Sarva Tathagatam Banzar Mami Maza Banzar Bhava Maha Samaya Sato Om Banzar Sato Samaya Manupalaya Banzar Sato Dinopa Dijati Jomi Baba Sudokayo Mi Baba Subakayo Mi Baba Anurato Mi Baba Sarva Siddhi Mi Jayata Sarva Karma Sutame Siddhan Sharayan Gur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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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hagavan Sarva Tathagatam Banzar Mami Matam Banzar Bhava Maha Samaya Sato Om Banzar Sato Samaya Manupalaya Banzar Sato Dinopa Dijati Jomi Baba Sudokayo Mi Baba Subakayo Mi Baba Anurato Mi Baba Sarva Siddhi Mi Jayata Sarva Karma Sutame Siddhan Sharayan Gur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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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hagavan Sarva Tathagatam Banzar Mami Maza Banzar Bhava Maha Samaya Sato Om Banzar Sato Om Banzar Sato Om Banzar Sato Om Om Yedama Hetu Jabava Hetu Tekin Tatangato Hayawandi Tekin Sayo Nirod Ewa Wandi Mahasharmana Yesoha。感恩大家，也非常随喜大家完成今天的疗愈祖先和疗愈自我的这个音乐会，希望下次很快见面。Demo